青少年成長嘅過程之中，難免會遇上一啲困惑同埋挑戰。你係咪都想成為佢哋成長嘅助力？書院嘅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青年與社會服務，係為咗培養具備專業知識同埋具實踐能力嘅未來社會服務人才而設。課程涵蓋社會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工作同埋輔導技巧，令同學可以掌握理解服務對象同埋分析社會問題嘅能力。除咗學術知識之外，課程亦都好注重實務技巧。同學將會透過歷期訓練同埋社會服務實習，親身去體驗社會服務嘅工作嘅實際運作，累積寶貴嘅經驗。課程主要係由有經驗豐富嘅社工指導，同學亦有機會去香港唔同嘅社福機構交流，從而去提高佢哋對行業多方面嘅理解，擴闊佢哋嘅視野，建立充足嘅分析能力同埋溝通技巧。完成課程之後，畢業生可以銜接多間唔同嘅本地同埋海外嘅大學，包括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等開辦嘅社會工作或者社會科學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，繼續深造並投入社工嘅專業。期望見到有志服務青少年社群嘅你報讀我哋呢個課程。